来者是台南市政府针对着公有市场的熟食摊，就是咧卖一寡煮熟的食物的单位，相关补助2500块，要互摊商去斗价帮来保护这个食物袂去喷到烂手。另外，嘉义铺主市公所伫咧柜台有一条工业的保鲜膜，安尼民众甲承办人员讲话，嘛袂去喷到烂手，加一层的保护。 摊还未开始做生意，赶紧将这个单位用阿克力板甲架起来。市场黄伟铁到台南传统菜市啊去巡视，对着摊商主动安尼做，真肯定。台南市政府将防疫措施全面推广到传统菜市啊，对着公有菜市啊卖生米的单位，相关补助2500块，和摊商来做。不需要因为交谈而这个产生飞沫。 飞沫这个沾惹到这些食物，有效做好摊商甲消费者之间的隔离保护，减少要卖时喙内乌白喷，互民众买物件较安心。另外，伫嘉义铺主市公所的柜台，在员工做伙有一条真长工业用的保鲜膜，将柜台区甲围起来。刚开始进来会不会觉得怪怪的？会好奇怎么会这样做，但是换一个角度想，会觉得很好。 公所的人是烦恼讲取验的数量无够，就想出这个方式，将民众甲承办人员隔开加一人的保护。包装膜放上去之后，也可以减少飞沫的一个传染。在疫情期间，政府甲民间拢做伙伫防疫，这好大家伫共同的环境更较安全。